秋。真正不是调到要问我，我就是知影，咱两个就是做爱对方，迄件事嘅对方，所以我才唔敢甲你讲，我从偌久嘅时间来等我真正讲会真水。一想起来，予我看，看到咱两人永远相依偎，活在阮心边，期待对阮讲一声有我。郑凯袂讲，即马都会愈严重啊！可以算唔起向我讲老实话，佮骗我讲，医生甲讲有好转迹象。郑凯安尼做，就是叫我烦恼，我真正足艰苦的。更敢唔敢，你家一个人承受病痛的折磨。做唔对什么代志，你阿妹，你对待我，为什么安尼？你无真看，我即摆个在等，我就紧紧，我上爱人的性命一点消失去。你晓得，咱们都看谁也没和你相俩，现在我面对生离死别，让你多痛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时间上短，地沟的皮肤，甲我的甜味掠掉的，地沟我落袂掉，做伙笑声，我甲睁开，是遐尔啊上爱，所干来当伫咧倒数日子，无伊行到最后，我唔甘愿，我真正唔甘愿。你讲这你不想听，这袂遗憾，是因为你啦，是因为你啦，只要你伫这，我唔惊外面风雨。